主后2025年10月19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无过利杀因。圣经咱做来听读，以西结书39章第19、29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以西结书第39章。至悬的上主讲：真主啊，你着对美色甲土巴这两个国家的统治者高级传达我的信息，讲至悬的上主安尼讲：我要甲你作对，我要甲你掉番头，互你离开极北边的所在，带你去攻打以色列的山，然后我要甲你倒手的弓甲正手的箭拍落去。你甲你的军队以及缀你来的外族人，拢要死伫以色列的山。我要互你做鹰鸟甲野兽的食物。我捌讲，你要死伫野地。我至悬的上主安尼宣告：我要放火烧马吉甲平安徛起伫沿海一带的人民，安尼因就知我是上主。我要伫我的子民以色列中间显示我的圣名，绝对无容允我的圣名阁受亵渎。安尼列国就知我是上主，以色列神圣的上帝。恁着知日期到啦，我讲的迄日来啦。至悬的上主安尼宣布：以色列大城镇的居民要出去捡人迄角的军器做行火的柴，就是盾牌、弓、箭、枪、棍仔，才会有够互因行7年久。因毋免阁去野外捡柴，毋免阁去树林采柴，因为人迄角的军器袂当互因行火。因要抢遐个捌抢因的人，要劫遐个捌劫因的人。至悬的上主安尼宣布：上主讲，伫迄日，我要伫死海的东边以色列地的出外人山谷，找一块地，互高级做墓地。这块墓地会挡着要对遐经过的人，因为高级甲军队伊的军兵埋葬伫遐。这个山谷要叫做高级军兵谷。以色列人为着要洁净迄块地，用7个月的时间甲因埋葬。迄所在的人拢出来参与，对安尼因得到懊恼。这是我显示荣光的日，我至悬的上主安尼宣布：因7个月久，派专人去逐所在巡查，将迄个来侵犯以色列的人的尸体埋葬好势，互土地洁净。巡查的人行透逐所在，看到死人的骨头，就伫边仔做记号，听候人将遐个骨头埋葬伫高级军兵谷。伫遐嘛有一座城叫做哈摩那，意思是军兵的城，安尼土地就得到洁净。至悬的上主对我讲：人子啊，着对逐种的白鸟甲野兽讲：来，对逐所在聚集我来食我伫以色列的山为恁准备的祭物。恁通伫遐食肉啉血。恁要食战士的肉，啉世间首领的血，亲像在食巴山肥的绵羊犅、羊仔囝、山羊犅、牛犅同款。恁要食我为着恁准备的祭肉，食肉食到饱，啉血啉到醉。恁要伫我的宴席食战马、马兵、战士，就是所有大军的肉，食到饱。至悬的上主
安尼宣告。上主讲：我要对列国显示我的荣光，万民就要看见我安怎下手伫因身上施行审判。对迄日起，以色列人要知我是上主因的上帝。列国要明白，以色列人受放逐是因为因的罪过，因背叛我，我就面越走，无看顾因，搁将因交互因的对敌，互对敌甲因杀死。我照因的污秽甲罪过对待因，我面越走，无要看顾因。至悬的上主阁讲：呾，我要怜悯以色列所有的人民，互受放逐的雅各后代转来，阁要尽力维护我的性命。因伫家己的乡土安居乐业，无受威胁的时，因要袂记得过去所受的见笑，甲背入我的罪。我甲因对敌的地聚集起来，对列国带转来的时，列国就知我是神圣。我甲因放逐去外邦，后来搁甲因聚集转来本地，要留一个伫外邦，因就知我是上主因的上帝。我要将我的神摒落互以色列人，袂搁活转身，无看顾因。至悬的上主安尼宣布。无搁利杀因。伫现代社会中，偌济人感觉受遗弃咧，独居的长者，受制度拔条例的劳工甲义工，薪资远不及物价飙起的焦虑青年，这个受苦者的处境，拄好是以西结书39章所观测的。这不只是一个遥远古老的战争预言，也是上帝今仔日对受压制者宣告救恩甲重燃愿望的话语。本章经文延续前一章高吉甲马国之战的审判主题。高吉代表末世所有敌对上帝的势力。这个小势力集结对极北之地来，要侵略遐个无设防的以色列城镇。总是伫敌人插手以前，上帝已经伸出审判的手，伊对高吉讲：我要甲你作对。敌人的强大是对世间人的眼光来看，却毋是最终的结局。因为历史的主权不在伫世间人，是在上帝的手中。高吉的军队最终伫以色列的山顶被击败，因的武器受献杀，成做火柴。以色列人用足足1个月的时间，才甲所有的尸体埋葬。这是互土地重新洁净的行动。也是上帝正义的彰显。捌掠夺人的，现在受抢夺；捌吞踏人的，现在受埋葬。上帝袂一直容忍压迫者，伊要亲自为受压迫者伸冤。上主讲：我要对列国显示我的荣光，万民就要看见我安怎下手伫因身上施行审判。对迄日起，以色列人要知我是上主因的上帝。以色列人伫经历流亡、背叛甲审判了后，上帝并未去杀因。伊讲：呾，我要怜悯以色列所有的人民，互受放逐的雅各后代转来，搁要尽力维护我的性命。这不只是一段破碎关系的恢复，搁较是上帝主动找回伊子民的见证。
互列国看见上帝的荣耀，也互以色列人知影上帝是掌管历史的主。不止安尼，上帝阁宣告伊的应允：我要将我的神摒落互以色列人，袂阁活转身无看顾因。上帝毋仅恢复以色列的国土，阁恢复伊的子民甲伊的关系。伊单单是为伊的子民对付外敌，搁较是要带踮因的心中，互因无搁再漂流。这是上帝恩典的应允，不只是对过去的作梦者所讲的话，也是按今仔日的边缘人所发的宣告。伫今仔日的社会中，也有真侪受蔑视的族群，亲像因为身子低看袂到未来的青年，受制度困条的劳工，处处受限制的身心障碍者，被迫失业的中高龄者，因拄好是迄阵感觉受气杀的人。总是以西结的信息点出，上帝将未离弃伊的子民，只是咧等待因回转，搁伫适当的时刻出手。那安尼，教会要安怎回应这信息？咱着承接上帝的应允，行入受压迫者中间，宣扬上帝国的福音。默想，我愿意行入社会边缘，甲受压迫者和受苦者同行无？我愿意行入社会边缘，甲受压迫者和受苦者同行无？咱来祈祷。信实的上主，感谢你袂永远黄面，也袂长久停发。愿你的神进入我内面，互我经历你的赦免甲更新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